人去罗西亚佚佗，旅行社替伊办中国护照，回来了后，台湾的身份和户口拢互注销。纽约时报讲，台湾关税降到15%，交换条件是台积电爱伫美国搁起5竞争片厂。伊朗反政府示威团公司6000人，美国要介入，所有和伊朗无友国家爱先扣税25%。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真。新闻头起先来看高铁台南站，早起有民众伫咧列车入站的时落落铁轨路，当场轰动死。这场事故咧，也造成上北甲落南的车帮拢万分，详细原因要搁咧调查。那高铁表示，到2028年，全台湾的车站拢会设立月台门。各位旅客，因处理旅客事宜，各车次均有所延误。高铁用放送通知旅客讲车帮会万分。13早起10:50，有民众报案，讲高铁台南站路南的月台遮有人跳落去，去互进站的高铁弄着。警消人员看到规伫月台边四界顺来顺去，确认跳落去月台查甫人已经当场过往。不过因为代志汹汹发生，放送车帮会万分，宣布讲原因，可袂少民众拢杀无踪。他是说旅客有事情。好，你大概知道什么事吗？不知道。因为我是来才买自由座啊，然后才知道那个列车前面那一台改方向嘛，啊，我就搭下一班这样啊，然后等到我要上来，他们已经把那边封锁线开始拉了，说全部都由那个北上月台上。发生事故的列车取消后续的载客，路南的月台也封起来，等待检察官上验。高铁暂时调上北的月台来维持载客，后续的车帮慢了5万分。高铁表示，只要车帮满分超过半点钟，拢会当申请票价1成的退费补偿。针对事故的原因，警方表示，佫需要等待厘清。该列车停驶于南下轨道，收证后于12时20分列车放行。相关死亡原因，后续将调阅监视器影像及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相验厘清。高铁22:54全线恢复通车，这嘛是高铁台南站启用以来头摆发生有人跳落去柜台事故。不离高铁进前都捌发生过类似的意外，加在人拢敢若轻伤。为着要避免人甲物件落落去铁轨路，高铁表示，台北站伫2016年已经有做柜台闸门，因已经编20亿5千万的经费，按算2018年进前，必伫全线11站的柜台拢正式闸门。记者李新武、柯家珠、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总统府周边的博爱特区，今仔中昼有一个20多岁查甫人，骑脚踏车和过路人冤家相拍，佮举刀仔出来压，落尾是去互警察压制上班。互警方包围，牙签高度戒备，都惊出现意外。关键的查甫人把当家举刀，引起现场的惊吓。收起来，放旁边，你先放旁边啦。支援警力到场，也当抢盾牌封闭，甲嫌犯对立8分钟了后，总算将人制服。警卫叫他说：“你刀子放下，刀子放下。”他有放下，他后来又有捡起来，可能心理上紧张啦。后来那个警察就过来了，那个可能是快打部队还是什么。对立周边，就伫博爱特区，外总统府20多岁姓张的查甫人13中昼12点外，将脚踏车骑上人行道，因为骑车铃，引起行人不满，2个人都爬起来，伊说落来提出刀仔，做样会刀仔恐吓，经过警方到场解吓，伊才将刀仔断掉。为什么要提审？知道是想伤害路人吗？红掠嫌犯无前科，随身查战术刀仔，并讲用地防身，自认无犯罪，捌要求申请提审。经过警方审问了后，方以涉嫌恐吓为安罪以上。另外，互相相拍的部分，双方都无提过，警方后手会以社违法裁处。经员警到场喝令张明将刀放下，张明遂将刀卸丢弃。现场由介受所员警逮捕后带反所侦办。有关张明携带刀械部分，将以恐吓为安罪侦办。博爱特区维安邮件部因为案发地点无固定警力驻守，平时拢靠警员巡逻。一摆协报了5分钟，紧急出动20多人到场，结束这场惊魂。用过警力的相关部署也引起关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台湾人去罗西亚佚佗，这旅行社大主大意替伊办会当快速通关的中国护照，想袂到回来了后，伊的台湾身份甲户口拢互注销。陆委会表示，只要有申请中国身份还是护照，都会取消伊的台湾身份。不过，若是旅行社代办，本人唔知影，都会使向关公司检举。申请了中国大陆的身份，或是申请他们的护照，就必须要取消台湾的身份，这是长久以来的我们两岸条例的规定。
陆委会主委曲水成讲话声困向民众呼吁，就是因为有民众到罗西亚旅游，刷五星旅行社讲会当台湾签证快速通关之后，竟然申请一本中国一摆性边境旅游护照，等来台湾了后，造成台湾身份取消。国人在规划出国旅游前，应循正常管道申请中国邻近目的国家的签证，切勿因贪图方便省钱而听信旅行社招揽手法，委托旅行社帮他代办，他本身不知情。他也可以向我们的观光主管机关观光署去检举。其实，伫2017年就捌查处一位民众，同款为着去中路边境旅游申请一摆性的旅游护照，就算迄当时查到的时，伊的护照已经超过3个月期限，也毋过对陆委会来讲，只要捌领用就是违法。两岸局势还没有那么的紧张的时候，在行业间是偶有所闻。中国大陆当地的旅行社会跟就是台湾的旅客说，办理快速通关一次性的护照呢，可以直接入境到俄罗斯海参崴那边。现在当然政府的规范有公告3声5令。但是我们是觉得说，给不小心就是有触犯到法条的民众一个缓冲的话，可能会比较好。针对后手补救措施，陆委会表示，要恢复身份，除了提出申请，也要检举无伫中国细节等相关证明文件。即卖制度采许可制，申请人要符合对台湾整体利益有助益，对国防外交也是社会安定有重大贡献，也是徛伫人道考量3项条件之一。经过移民署甲相关主管机关审查通过了后，才会当核准恢复护照。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宣布要退出66个国际组织和条约，未来台湾若要参与国际组织，可能就会变更较硬斗啊。不过，咱外交部表示，美国强调真侪届啊，是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另外，今年 APEC 伫咧中国举办，事先会办官员会议，咱外交部嘛是正面看待，讲已经有讨论出入境方式。去年12月，外交部国组司司长孙宪元去中国深圳参加 APEC 非正式驻签官员的会议，嘛甲 APEC 秘书处执行长签关注 MOU， 展现咱国的重视。不过，中国几业界讲，台湾参与 APEC 要遵守一中的原则。外界关注2月份要伫咧深圳举办的头一届驻签官员会议，咱国代表团敢会当顺利出席？这1年来，我们跟相关各方针对我们入境中国的相关安排，都已经做了这个很多次的沟通跟协商，所以目前有个模式，至于模式的内容，我们不方便在此说明。那去年12月我们进去，并没有受到打压，所以一切这个入境出境都是安全跟顺利的。中国顶一届主办 APEC 是2014年，迄当阵的总统马英九请前副总统萧万长做领袖的代表。中国2001年主办的时阵，说是无对迄当阵的总统陈水扁所指派的领袖代表来发出邀请函，咱国因为安尼就无去。外交部指出，咱国是 APEC 的完全会员，希望中国会当照依早的例平等对待，而且确保来参与的人员人身的安全。不过最近美国总统川普阁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要退出66个国际组织甲条约，而且后礼拜会正式退出 WHO， 安尼敢会影响咱国加入国际组织，嘛引起讨论。他退出的都是一些比较公益性质的组织，对台湾来讲，其实我们锁定的组织都不在这些名单上面。未来美国在继续推动2758号决议案，不包括台湾的这个论述里面，其实它附带的是台湾应该要某种程度的可以参与联合国。学者指出，以咱国际处境来看，参加国际组织除了会当提升甲各国交流合作，嘛会当显示主权。外交部嘛强调讲，川普政府上任了后，已经13届表达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若咱国争取加入 WHO 的目标嘛无改变，会持续甲理念相外的国家来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关税新进度，美国《纽约时报》报告，美国对台湾20%关税，要比照日本甲韩国降到15%。国外条件是台积电爱伫美国搁起5间晶片厂。去年3月，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去北京的讲法是起3间晶片厂甲2间封装厂，这数量和即卖媒体报的5间有对同。若台积电上大客户就是美国苹果和辉达，占大多数的生产量甲新制定的订单。去年美国就利用 DIA 条款来谈判，讲台积电违反契约所讲的多元、公平甲包容，就逼台积电爱投资美金1000亿起工厂。这个无算啥，美国总统 Trump 是坚持美国伟大，而且中国阁不时来扰乱台海，所以 Trump真要紧要抢半导体产业。
即马台湾上惊的，就是台积电若去美国开工厂，人才走了，技术嘛会互抢去。不过，有专家真有信心，讲变烦恼台积电变美积电，工厂当时的起好势也唔知影咧。准讲若起好啊，也无才调应付所有的订单。咱的台积电要是电竞台湾背袂顶当，嘛袂比的。台美的关税谈判搁一摆传出新进展。根据纽约时报因消息人士的讲法，上近这个月内就会对外来公布，内面台湾的出口关税税率会对20%调降到15%，和美国伫亚洲的关键盟友日本、韩国拢相共。但台积电必须要伫亚利桑那州搁争取制作5座半导体晶圆厂。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敢若讲，关税谈判的目标一直拢是争取调降卖他家，目前已经有一定共识。在台美第5轮实体会议之后，我方是透过视讯会议还有书面文件的交换，以台湾模式与美国商务部来洽谈供应链的合作，也请美国提供取得土地、水电、签证、行政便捷等协助措施，创造对我国业者有利的投资环境。We are very excited to see TSMC expanding in Arizona. TSMC joins many companies from healthcare to aerospace that have invested from Taiwan and Phoenix. And we continue to grow the products that we buy from Taiwan as well. 对台积电有可能扩厂，亚利桑那州红枫社市长表示真欢喜看到，但是川普政府关税措施的合法性即马还未确定。美国最高法院上紧有可能伫个当地时间14做出裁决。那样这边烦恼讲，若川普败诉，台湾恐惊赶快来付出代价。这5座晶圆厂一盖啊，那大概就是天下无敌了。美国的法院呢即将判决，恐怕会判决关税战。川普会败诉，但是我们事实上已经付出了被掏空的代价。如同过去魏哲家董事长所说的，客户在哪里，台积电就前往哪里。他们的设厂需求，那绝对是依据当地有这样的市场。台积电去年才宣布，伫美国的投资金额加1000亿美金来起抢房。美国商务部长就讲，并不是补贴的原因，是华府直接动用多元、公平和包容 DEI 条款来谈判，迫使台积电扩大投。这不是美国第一摆以政策工具迫使外国企业让步。那美国在这个 DEI 的使用方式呢，在之前的巨大呢，就已经使用过一次，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其他的传统产业呢，已经试过水温。最高法院纵使判断关税对等关税的是失效的，但是呢，美国政府已经透过其他的一种行政法规或行政规则，找出能够谈判的筹码。学者嘛提醒讲，未来川普政府有可能会利用国安、军购，还是政治角力来做谈判的条件，必须企业伫美国投资，还是伫关税谈判内面摕到优先地位。经贸办是强调，等台美做总结会议了后，双方会对外宣布协议的主要内容。台湾政府嘛会向国会和社会完整说明，而且把文本和评估送到国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外国媒体引用的资料，伊朗反政府示威已经有6000人死亡。美国总统 Trump 是放调讲要强硬介入，伊朗就随和美国直接讲要谈判。不过 Trump 也是宣布要对所有和伊朗有贸易往来国家先扣税25%。真受气的家属伫德黑兰经过公布的太平间，写化哈米尼岛台这场撼动伊斯兰共和国的示威活动，看作伊朗自1979年建立成立统治以来，当局所面临所严重的挑战。对于安全部队扫射示威者，佮切断网络、封锁信息的做法，美国总统川普连续发出警告，表示美国无排除采取军事行动。根据路透社引用无记名消息人士报道，川普甲国安团队的行动选项包括网络攻击，甲由美国也是以色列直接发动的军事打击。If they do that, we will hit them at levels that they've never been hit before. 华尔街日报是引用一名美国官员报道，包括副总统范斯在内的北京高层幕僚，当想要说服川普，伫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进前。先取外交的方式，川普也对外表示，伊朗方面其实已经主动联络华府，小组谈判意愿。也不过伫这个同时，以色列媒体报道，离伊朗大约200至300公里的卡达乌代特空军基地，美军 B-52轰炸机加油机顶，最近活动真接显示军事准备当咧升悬。Yesterday, the leaders of Iran called. They want to negotiate. I think they're tired of being beat up by the United States. 对此，伊朗外长回应的是强调，甲华府的协商谈判拢需要伫公平、权力均等、佮互相尊重的情况之下进行。若无伊朗无求战，也无咧加战。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نبال
جنگ نیست ولی برای جنگ کاملا آمادگی داره. Arachi also tried to blame violence on the protesters themselves, saying that allegedly the protesters wanted there to be killings in order to draw Trump into the conflict. 除了全国性示威，伊朗也出现大规模亲政府动员。数万人上街，想要对外宣示局势已经受控制，也毋过将对安全部队老会镇压造成重大死伤。后面当准备对伊朗实施更加严厉制裁。川普也伫社群媒体宣布，美国将对甲伊朗有生理来往的国家扣25%派关税，立即生效，将对伊朗局势加重。美国国务院在日发布最高的安全警示，呼吁美国公民离境。法国、德国甲瑞士也随即特地发布。公司新闻安鲁梅编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甲韩国总统李在明会谈，针对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引起中国反弹，李在明也表态讲无想要讲清变事主，无爱目这件代志，所以是交予日本和中国家己解决。德国总理带团去印度访问，双方签字17项声明和备忘录，要扩大战略谈判关系，内容包括国防、经济、科技、能源和教育等等。另外，欧盟和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上紧是这个月底就会公定。梅尼兹总理就任后头一个亚洲行程，毋是中国，嘛毋是日本，是14亿人口的大国印度。德国媒体对此的解读是，德国地缘政治的坐标当咧变化，嘛显示德国正需要新的经济甲战略优盘。印度方面是正重视梅尼兹的访问，总理目的特别伫伊的家乡艾哈迈达巴德接待梅尼兹，做伙参观当地城乡间地纪念馆。双方12签署27项声明甲备忘录，内容包括国防、经济、科技、能源甲教育等方面。其中上方关注的是国防工业的合作。印度计划甲德国提名要打造6只潜艇，总价值80亿欧元。印度是全球上大的军火进口国，主要来源是罗西亚。梅尼兹希望透过类似的合作，减少印度对罗西亚的依赖。हमारे आपसी भरोसे और साझी सोच का प्रतीक है। रक्षा व्यापार से जुड़ी प्राथमिकताओं को सरल बनाने के लिए मैं चांसलर मर्ज का हृदय से आभार व्यक्त करता हूं। हम रक्षा उद्योगों के बीच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के लिए एक रोडमैप उस पर भी काम करेंगे, जिससे को डेवलपमेंट और Co-Production के नए अवसर खुलेंगे। Von besonderer strategischer Bedeutung ist vor diesem Hintergrund, dass wir die Zusammenarbeit unserer Verteidigungsindustrien vertiefen. Das stärkt beide Seiten. Das trägt auch dazu bei, dass Indien weniger angewiesen ist, etwa auf Russland. 另外一方面，欧盟甲印度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原计划伫今年底结束。不过，德国官员透露，伫梅尼兹甲穆迪被集会商了后，将有可能伫这个月底印欧高峰会期间就会当签署。美国以对等关税颠覆全球贸易格局的环境下，欧盟甲这看做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议后，搁一个新的路站边，卖当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社群媒体 X 平台下开 AI 开讲机器人 Grok 通用来做一款画面实景影像。马来西亚和印尼已经宣布要暂时封锁那英国也要启动正式调查。伫印尼甲马来西亚封锁 Grok 了后，英国通信管理局嘛因为压力12宣布对 X 启动正式调查。Criminal imagery of children as young as 11, including girls sexualized and topless. This is child sexual abuse. We've seen reports of photos being shared of women in bikinis, tied up and gagged, with bruises, covered in blood, and much, much more. They are not harmless images. They're weapons of abuse, disproportionately aimed at women and girls. Grok 是科技领导人马斯克社群媒体 X 旗下人工智慧的开讲机器人，互人发现会当用来生成妇女甲囡仔的实情，以非自愿甲穿暴露服装等等的本仔图片。英国政府指出，若调查发现 X 无遵守网络安全法，会来封锁 Grok。Last week, X limited the image creation function to paid subscribers. This does not go anywhere near far enough. It is insulting to victims to say you can still have this service if you're willing to pay.
马来西亚甲印尼分别宣布暂时封锁国。马来西亚今年初就因为发现国防反复滥用生成有害内容来向 X 发出通知，要求强化实施管理。不过 X 回应，毋是咧处理平台设计各有风险，所聚焦伫使用者的基本定数。印尼就有 X 使用者发现家己的相片，互人侵为做与性有关的内容，相当愤怒。该国通讯与所谓部长莫迪拉表示，国无善尽防御机制，违反人权、尊严甲网络安全，也已经要求 X 说明一直到设计风险得到解决。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Barbie 红仔最近推出一款自闭症的 Barbie， 红仔头有电耳机，手提辅助平板，真接近现实的成果。希望自闭症的囡仔看到家己，别个囡仔嘛会当理解多元的世界。美泰智公司新推出的自闭症芭比，是开1年半的时间，和自闭症的团体合作开发，真实呈现这个族群是安怎感知，而且去理解斯科利亚的世界。针对看自闭症的芭比，伊的眼神是小可偏一边，避免和人直接用眼神来交流。活动式的手敲手腕关节，会当展现一个患者用来处理感官资讯，也是表达欢喜的行为，亲像是拍婆啊、自我刺激，也是其他的手势。另外配件嘛无得凊彩，伊会挂降噪耳机来减少外界干扰。手提辅助沟通的平板 AAC， 这是一寡语言障碍自闭患者对外的沟通工具。另外，还有手挂、砖头甘露、穿白底鞋啊，拢正关度展现自闭患者的生活日常。These accessories that she has are so important because they're just tiny things that autistic people can do to kind of make our experience moving through the world a bit easier. I think autism is something that, like, there's nothing bad about being autistic and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being autistic, but when you're autistic living in a world that wasn't necessarily designed for autistic people,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can be a bit more challenging or more tricky. 对着自闭症和过动症的作家米道顿讲，自闭症芭比的出现，反映出社会对这个族群的理解正在转变，患者感觉互看到、互接受，使人真感动。不管敢是这种家庭和囡仔体验这款无营养的反应嘛，真正面。That so many little girls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themselves in a doll. Did you like it, Penelope? Yeah. Yes. Did you love all the accessories? Yeah. 现代的芭比黑婴仔已经唔是传统迄种真水真野目的角色，有各种皮肤色、含关矮、肥瘦的身材，多元保养系列，各纳入各种身心障碍和健康挑战。目前已经推出过糖尿病、东视症和白化症等等，希望互囡仔学着理解，而且接受多元的差别。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燕，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